台湾做农的人家家系个大细嘅，照农委会嘅统计，桃园有63岁哦。个对内政部嘅户政调查大数据来看，部分农业业嘅乡镇，像苗栗嘅石塘，人口无5350岁个家嘅都有一半以上，有50.37%哦。高龄化国家爱讲中嘅人少嘅，粮食刺激率是会引来引大。后生人归家乡去耕种，对农地资金爱对内来，到技术爱去内学，如系挑战。不过也有人认为，更加如系后生人的机会，因为印度人也证明呢，所以种嘅面积有拉法，后生农民爱硬性保温，唔爱过难。首先如系爱取得农地，也能对其嘅后生农民嘅案例来看。用机器打田，一上土，拍好嘅就填到后背前设备。其实爱设比无按设备梯档难打，是唔过头过年前，关键老田打好，也打备准备要种屋嘅。种屋嘅之前呢，一个程序啦，就是之前呢种某诶，现在我们是轮作，一年种芋头，一年种稻子。钟义秀今年将25岁，决定团南太学毕业，就结新专家庭工作，也种了30人公顷。佮妈妈知道，佢此时就当晓得要主动天数天色。有老伊讲佢家爸身体唔好，礼拜二、礼拜六了要转来天数，下摆抢工人，要抢唔到人来买皮了。但是就讲一摆零零，佢逐礼拜佢就会转来人啊天色药的，个天买皮了。佢迄有嘛个活动吼，佢就用大条门来讲福卡有嘛是在天数嘛。因为一开始设定的目标是当老师啦，但是到大四后来实习的时候，发现这条路并不适合我。故说来讲，因为阿爸就我们来讲有考虑要转到做农哦，想说问我要不要接，不然他慢慢的要脱手，来去想。伊之前大变下落的，用冬天的可惜啊。大田鸡蛋多蔬菜，顾朋友将脚头轻轻的改。过年前天时当换，两山相互天数，也种一手各种的同学，本单做自然意，很多考虑要继续强用么，做本同学前批天数。下去嘅天，每周边呢，老同学向下做耕种人。原本想要回去，然后就是在这有一段的那个空档期间，然后就来帮忙我的国中同学钟玉修，对，然后就是钟妈妈就是看到我就还蛮认真的，然后就是有借我就是那一次就是我们一起割稻的时候，询问我说要不要就是留下来一起帮忙他，对，然后我就从那一次开始就是留下来帮忙他们。他当初要来帮我的时候，我就建议他说：“你这样子每天帮我做，就是因为到以后来讲前5年应该是 OK 啦。到之后就是慢慢会变得你只是在帮我做事，我就会建议他说，你自己也可以租一点田来做，机器我们都有，到时候我们再一起分工合作。”其实种艺术有下增几分题嘅，其他90%客家都会飘来嘅。后生人现在家乡耕种，已经当唔简单咧，遇到千太困难系飘唔到题。问题人租唔多啊，老一辈的人还有那个375的那个阴影啊，所以一直都很不好租。所以我们只能说年租啊，今年来让租来私田，明年就种屋诶，屋诶又赚足好粮，田租就够按年要租的，所以我们租土地方面也是还有一些瓶颈在啦。宣传可能要做扎实一点，不然一般人可能讲到我们要跟他签约，感觉我们像是诈骗集团一样，固守东东，你就看风行，不过还要看后生。佢以为你可以做农，係唔上心呢。
到其做出第成绩来，附近的罗岗中人正很一时咧用演奏方式标本中物。设计方对民国102年起时，农民会做传统发花休耕地，透过设计组太天农的政策，统计到去年104年代，全国休耕地减少了41%。我们本来在100年的时候还有20万公顷，那到了我们104年的时候，我们休耕地减少到11万9千公顷，就整个减少41%，就是这样推动有很好的效果。另外一个转做休耕的面积也增加，从5万5千多公顷增加到12万多公顷。小地主大专业农这一个政策是对的，是好的。那我们都知道，农村其实农会占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其实农会他们如果愿意出来帮你去说服地主，那你在承租这个土地上面，其实是会比较好承租得到的。照农会统计，台湾做农的人头运大概63岁，近来近多岁嘅。罗岗中人讲唔样，而减少休耕地，再由后生人转来。庄子客本来係中南人，到市府鄉連一笪地都冇。農會聽書記對頭做意思，見票見多，係苗栗後生農民嘅模範，也行係苗栗嘅青年農民聯誼會會長，今年開始種小麥。佢在100年的時間呢，就來到市府鄉來從事農業的工作。當然小地主大業農這個農業政策呢推行以後，剛好他逢到他機會，由農會呢來協助佢，尤其經過5年的時間呢。那麼也下佢工作嘅所有面積呢已經有達到14公頃了。像我們現在看到這片麥田啊，它的地主今年已經高齡90幾歲，對，所以他已經因為他年紀大，他沒辦法耕作，他已經休耕了大概有10年以上。那我來了之後就把它復耕。而在後生人轉來，更多轉些田行當多。林文平台園林島南種馬鈴薯，島南係台灣傳統設計主體專業農政策千成功嘅其中一個鄉鎮。後生人轉來過後，用機械化方式來耕種。島南農耕機區係中部有名的推耕中心。现在这里是我们停放印影机的位置，然后这台印影机的后面搭载那个回转犁，然后可以做整地的工作，然后。这台比较小型的印影机，它后面挂载的是决薯器，可以做马铃薯采收的用途。林文平轉到家鄉8年呢，雖然此時就同北下聽耕種，本單就曉得咧，不過頭下馬裝作專業農民世界，還係遇到當多困難。比如講，採地嘅路耕種牛嘅尺度，佢咁耐也好。大概我家在1甲地左右，然後慢慢的，經過這幾年，我已經擴大到大概25公頃左右。而初期的時候，其實左鄰右舍，或者是我到田裡面，就是那些伯父伯母，就是會覺得你的能力能夠勝任嗎？是講難聽點啊，有點像要看笑話一樣。年輕人要回來務農就大部分就是2個情況之下會回來，就是家裡面本身就在務農的，然後不然就是本身你就是學這個的，回來鄉下去發展。那基本上，如果說家裡面有這樣的基礎的話，是相對成功會幾率比較高。他們也會想要回來，但是他們也會打聽是不是能夠賺錢不賺錢的問題，所以他成長也不是那麼快的，因為要培養一個青農是要長時間，也要需要政府很多的資源在協助才有辦法。李長龍同林文平共樣係島南後生嘅天天嘅學做馬鈴薯嘅太專業農，也係後生一畢業新手班長，其中係30人工錢。原來島南農地1年數300，也係寒冬期，由島南鎮農會帶動，鼓勵大量種馬鈴薯，也係台灣最主要產地。大概全台灣目前的馬鈴薯栽培面積大概有2000公頃，那在斗南本地，就是斗南鎮的辖區裡面的話，大概有目前大概500公頃的面積。那如果說再擴大一點，在斗南的鄰近比如說到赤桶、虎尾、土庫的話，大概有快將近1000公頃的栽培面積，大概是佔目前台灣1半的產量。這裡有5個品種的馬鈴薯然後這個是
外面市面上目前还没有看到的。哦，这是我们从国外引进来的一个新品种马铃薯，它是红皮，然后里面肉是白色的。全世界马铃薯的品种千少几啊千种按多，无强的品种有无强的用法，有的合适做马铃薯条，有的用煮较好食。后生人做了家乡种马铃薯，带来无强样品种同新的观念，加套机械化加种的过程，遇到一只困难是台湾农体进来进细地的。土地爱留给洗洗啊，一个爸爸下面有4、5个孩子，然后那你的地如果1甲地好了，然后分给5个孩子，每个人拿2分地，然后他下一代2分地，然后可能就再生2个孩子好了，就变10分。慢慢的，其实我们的农地的持有都非常的复杂化，而且都是小区块，有土司有财，是你要让它田埂消失是不简单的事情。然后甚至到现在是以共有的方式，好，那有很多情况下农地是没有分割开来，可是它那块农地上面10几个人，我想还是少的啦。对我们接触过的，就是小小的可能2、3分的农地上面，就它的持有人有上百个。按田顺路模体去，较大地农地，较好用机械来耕种，后生人们较现转到家乡。不过实际情形是，台湾农地的买卖方式同一般的建体共样，并无像欧美农地储批的观念，是指到农地进来进细地。因为农地有它农业经营的需求，所以有它特定的土地利用形态。那可是我们长久以来对于农地的继承、分割、管理跟规划，并没有一套农业为主的思想，所以我们还是根据民法的那一种对于土地管理的想法。民法就是鼓励分割，因为它要促进土地的利用。很多国家它也很担心这个农地越来越零碎化，会影响到整个产销的经营，或者是说整个农家的收益。所以在有些国家像德国的话，它就会单子继承，就是它的农地只有1个小孩子能够继承。那在韩国、在日本也有相关的法令，都是鼓励说我们农地集中。台湾农地做出自由买卖嘅，冇辦法學德國同日本單子繼承制嘅方式。農業費該處於農田銀行，也係講老耕種人嘅退休，下一代唔肯繼續耕種，就當儲錢咧透過農田銀行來收機。政策推行到今，成功打下嘅4700人公頃嘅農地。農民你要把你的經營權釋出的話，也可以透過農地銀行。那所以我們不只是我们农民的，包括我们国有的一些相关的土地，我们也都希望它能够透过农地银行，就是要把地租出去的人透过农地银行，要租地的人也可以透过农地银行去找到所需要的地。那这几年来，我们整个推动的部分有25000多笔土地都透过农地银行去完成媒介。後生農民安算，細體主體專業農政策，是要耕種2公頃較加，業績做比2萬人行較多。太專業農單單都耕種10個人公頃較加，一年輕少賺得到8個人萬元。後生人轉到家鄉耕種，也係輕好時節。這幾年的統計，你大概1公頃的盈餘大概可以10萬到15萬左右，所以如果你能夠達到4公頃以上，大概你的淨利部分就可以維持在50、60萬那邊。很多人都講22K 啊，可是如果你真的願意做，其實務農其實它是一個綠海的領域。農村真的老化，對，那基本上農業這個區域，這個領域是不會斷掉的，因為大家都要吃東西嘛。那大家都要去吃東西的話，這個中間斷層這麼嚴重，其實現在年輕人回鄉務農，其實是一個很大的機會。是以後市場需求永遠都不變，但是務農的人越來越少。其實我覺得現在的年輕人並沒有像外面有時候大家會批評的草莓族那樣子什麼的，並不是。很多年輕人其實不怕吃苦，很多年輕人在一開始投入的時候，也沒有想着我一開始就要賺錢。可是他們要的是一個有願景的工作，他們要的是一個可以持續的工作。所以土地取得這件事情，是讓青年人可以在農村穩定站穩腳跟，持續耕作，好，也就是看見他的農場未來的希望的第一步。人生5國總係有13川，科技產業在個樣嘅發展，結局還係愛用農業。老耕種人講唔一樣嘅，耕種嘅人就係見來見少，只要肯做，肯以擴大耕種面積，後生嘅農民唔是驚冇自家一片田。